棒的一首歌请咱用这个祈祷，咱求上帝咱的教会，将对伊手中过去的器具每一个人拢同款，咱做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备办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人拢有参与，特别伫教会的献歌队敬拜赞美的领诗中级服侍。主，阮的教会是一间敬拜你的教会，虽然阮的人数毋是真多，但是这间教会也通过敬拜，真侪人得到造就，每一个人拢得到成长。主，今仔日特别是台南新人院的纪念主日，阮伫你的面前，一方面要为着台南新人院来奉献、来祈祷。一方面嘛，要伫阮的教会来唤起教会兄弟姊妹知影，神学教育毋是干那伫神学院，甲阮的囡仔、甲阮的家庭、甲阮每一个中级的生命拢有关系。因为神学教育其实就是一种生命的教育，应该对家庭到学校，然后进入到教会。祝福每一个教会的每一角落，拢充满上帝你圣神甲你圣经话命的开力。让每一个人因为上帝你的话来得到光明，也得到智慧。愿将今仔日的敬拜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对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祝福。祝福今仔日的礼拜，正就是一个祝福的礼拜。愿奉你的名来宣告祝福今仔日的领诗义成、刘义成会当用诗歌来荣耀上帝，来用诗歌来带领兄弟姊妹到主你至圣所的内底。最后，愿今仔日的聚会所上共读的圣经，每一句拢会通广照、刺插、唤起人内心的智慧甲反省。也愿天父上帝，你有圣歌队所吟这个诗歌，是一种信仰告别的诗歌。真教会要真侪上帝你新约的记号，阮每一个人拢要真侪上帝你过去的器具。求天父上帝伫阮中间来兴起你的作为，互每一个参与礼拜，阮的兄弟姊妹拢得到造就。也感谢你，互阮的教会的司琴、美术执事以及所有参与司琴的这同工，因欢喜献家己的文字，也认真学习，来针对礼拜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上帝你的手，来圣神的手，来引带来每一个人伫礼拜中间心灵得到帮助。愿将今仔日的敬拜对头交尾交伫你的手，愿你对阮喜乐你的开力，阮安尼恳求祈祷，我给所有性命，阿门。
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你甲你壁的人讲，耶稣听你。感谢主，许是互阮一个好的天气，咱做伙来到伊的面前，放下咱即礼拜所有一切挂虑甲重担，专心向主来敬拜。咱做伙来唱《爱你到底》。来到主前，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耶稣，我来敬拜你，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灵许，水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主，我们用着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主前，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耶稣，我来敬拜你，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灵许，水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灵许，水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主，我要专心向你来敬拜。我全心敬拜，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耶稣的名。我渴慕有你与我亲近，我一生要爱你到底，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灵许，水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我愿一生爱你到底。阿门。接续第二首，咱做伙来唱《充满我》。求主的疼充满伫咱的心，充满伫咱的教会，充满伫咱的家庭，让咱的心会使得到满足。我的心唯有你，
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溢，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溢，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主啊，我的心甲我的灵，都靠无你。求你用你的疼充满伫咱的中间，咱一世人拢要来跟对你。充满我，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溢，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充满我，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溢，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接下最后一首，咱做来唱，让我得见你的容面。用这首歌，真做咱礼拜前的祈祷。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得见你的容颜。
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归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深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最灵要的家，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羔羊宝座设立在这里，荣耀同在，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羔羊宝座设立在这里，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
代价历经百里，定义要见你的荣耀。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请咱闭目心，准备来礼拜。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像鹿切切羡慕溪水。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何时袂到上帝面前来见伊啊？我的心啊，你着仰望上帝，因为伊的面向我来拯救我，所以我要搁要学落伊的面。圣诗280首，我爱朝见天父的面，请记你吟全首。我
咱徛哩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以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罗营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做全能的爸，上帝的大病，预备了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启应文24篇。所行的完全遵探耶和华的律法的，这个人有福气。存心以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这个人有福气。少年人用什么来清起伊的所行？是着照你的话来说物件。我专心找伊，求伊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伊的诫命。我将你的言语藏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的心情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照你的话，互我勇行。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将你的律法允许我。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搁互我伫你的路中来活。你的话将我救活。我伫患难中对这会得到安慰。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因为要互我学习你的律例。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就早早伫我的苦难中灭亡。我疼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我同日静静想。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步就的光。你的话一下开拆就发出光。互无人通达。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律法是真实。咱来吟圣诗165首，圣花独伊的地基，咱坐吟全首。
请咱额头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伫圣主日，阮自就伫你的圣殿，甘心学乐你、敬拜你，愿你的名圣。阮奉主耶稣的圣名，恳求你的圣灵降临，赏赐阮清气的心，阁有正直的心，帮助阮的敬拜，正人通真实亲近你。今仔日是台南神学院纪念主日，阮知影神学教育的重要甲困难，阮愿意甘心的奉献，各用祈祷参与神学教育，恳求圣神帮助神学院院长、老师甲献身的学生。为了将内中教会需要的牧者，造就新学生，要明白耶稣的心，守耶稣的真道，求圣灵的安静阮的正人的心，使阮敬畏的心，来听你的话，帮助阮明白你对起头的教示。教会就将耶稣圣话起造伫你的真道的顶面，阮决意照主你的教示，甘心下于建立耶稣圣会，互更较侪人会当得到福音的祝福。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降临伫遮，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献歌队。
会坚守上帝的话，伫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章21节，这个百姓是我为着家己所做的，要保养我的名声。咱也搁来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人书第4章11节到13节，11节，因所想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生。12节，为着要互圣徒招备来做找伊的工，去做基督的身躯。13节，得到咱众人伫信，家己捌上帝的囝来合意。到成一个完全的人，到得到基督充满来长成迄般。讲到神学教育甲宣教，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平安。咱今仔日是台南新人院纪念主日，新人院神学教育甲咱来讲有密切的关系。新人院需要咱的带导，虽然院嘛需要咱的奉献。正教会拢甲上帝讨讲，当阮若教会欠牧师的时，主求你赏赐阮会当找到一个合阮教会帮助阮搁优秀的牧师。真侪教会拢咧等将来当聘到好牧师，但是真正愿意点点静静虔诚来帮助神学教育的教会，并无真济。所以咱袂当干那趁有一日天落落来，有一个好牧师来接咱的教会将来未来。咱需要鼓励咱的囡仔，咱嘛需要奉献，咱嘛需要为神学教育来祈祷，因为神学教育是一个真神圣佮困难的工作。我真欢喜学校爱我伫家己的教会代表学校来唤起兄弟姊妹对神学教育的奉献。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敢若毋是敢若关心着神学教育甲奉献尔。咱伫咱中间检查有的家庭，将来会出好的神学生，后来才做教会的牧者。愿天父上帝互咱环环相扣，伫这个神学教育顶悬，人拢有份，人拢有责任。伫咱要领受自古以来2000年前耶稣所留予正教会一个使命，恁就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讲爸囝圣经的名，甲伊行洗礼。既然我教是你的，就教因守。耶稣册签的这个使命，就是造就门徒。真侪传福音的使者，真侪神圣奇妙神者的记号。咱要领受上帝的感动进前，咱搁一摆同心用祈祷来设立这段，同心来祈祷。至关的上帝，阮作为组织伫你的教会，今仔日为着台南新人院，阮的组织的礼拜要分别做圣，阮特别要放伫神学教育做阮的祈祷，做阮的重点。至圣的上帝也通过今仔日网络的礼拜，会当感动伫参与今仔日神学教育组织的，无论伫啥物所在的兄弟姊妹，阮做伙有份，做伙同心伫神学教育的需要，伫因的困难的顶悬做背后的支持甲带导，恳求天父上帝甲阮三甲伫地，阮伫你的面前，也将今仔日的礼拜堂，这兄弟姊妹组织的这个盛会交伫你的手中。求天父上帝用阮即间教会，诚做神学院的带导，诚做神学院的守望，也诚做未来会当对即个所在出优秀的神学生，互上帝你来使用，做即个世代教会起造的工人。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我首先用即张相片代表学校，甲恁请安。咱的教会伫旧年，咱约月礼拜有参加的人有几个人？咱旧年约月礼拜就是过台南新人院，台南新人院是一间100几年的新人院，这间教室是初代是巴克的牧师所起的宿舍甲教室，后来佮起礼拜堂。这间学校长期以来正在台湾一个真要紧的学校，毋是干那做神学教育，出真侪影响台湾的社会的真侪思想家，嘛甚至就是教界的优秀的牧长。愿这间学校会当永远高举上帝的名，尊主最大。
今仔日我要甲咱讲一个真要紧的观念，就是神学教育甲教会有密切的关系。神学教育甲教会有密切的关系。若无神学教育，就无今仔日的教会。神学教育会当帮助教会健康。2000年前，所有耶稣基督学生拢发现，福音直直传，人直直增加，教会直直设。虽然无赴起礼拜堂，真侪人做礼拜，并毋是伫礼拜堂做礼拜，因为福音的扩扩，伫2000年来中，上奇妙就是初代教会耶稣4个月了后上天，训练伊学生逐所在传福音。信耶稣的人哪来哪济，根本就袂赴起礼拜堂，嘛会当讲根本就无礼拜堂。所以有教会无礼拜堂，这是理所当然的。也这你唔通感觉这句话奇怪，因为教会存在唔是礼拜堂建筑物，教会存在是人的团契，所以人比教会的礼拜堂更加重要。初来教会到今仔日，这个故事已经2000年，这个故事是对耶稣基督开始，耶稣基督招人来跟对伊讲来做我的学生，对迄个时阵开始，神学教育就开始，耶稣招12个学生。这12个学生改变全人类的历史，所以神学教育毋是多数人选择的路，神学教育是真少数的人。英语讲，这个人是一个 creative minority， 意思就是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所以自古以来，教会就是少数人改变多数人，少数的人来改变这个世界。耶稣就是这种的模样。伊讲一粒麦仔若带入土里，死就结穗济济；一粒麦仔当结穗百倍。所以神学教育咧讲起，就是自古以来耶稣基督讲的上帝国的福音。虽然迄个政治是小，但是伊所起造起来的上帝影响力极大无比。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兄弟姊妹，咱对耶稣基督来学习，伊怎样训练伊的学生。我嘛要甲咱兄弟姊妹唤起咱牧师甲咱做伙生活共同的生活中间，一个真要紧的态度。我无甲恁当作是一般的会友，我甲你当作阮是家己会伫信仰顶悬的兄弟甲姊妹。所以牧师嘛真认真甲中级的造就、甲教会的训练、会友的训练，都亲像新人院共款。所以有时牧师讲的信息会较严肃，有时牧师所讲的信息会较亲像咧上课。因牧师期待恁就是耶稣身边的12个人，虽然真少的人，但是若捌道理、有影响、有真理的开力的人，要改变这个国家。我盼望这个教会会当改变台湾。虽然好真是真好笑，但是并无好笑，因为事实上有可能一间教会会当改变一个国家，也这你相信吗？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耶稣基督伊所做的工作，所以咱的教会查经班也好，咱教会祈祷会也好，咱教会所做每一个对生命造就的工作，伊是咧影响上帝福音，互这个开阔的世界，人会当有机会当听到上帝的话，白白得到上帝的话，会当明白真理。所以上帝伫逐个阶段拢有无共款的方式咧带领咱的教会。所以，咱的教会对2018年开始，咱就准备要做这个云端的教会。后来到2000年前这个疫情的，上帝互咱的教会有网络查经，互咱的教会有这个云端的祷告会，上帝互咱的教会有这个云端的教会礼拜的直播。所以后来甚至有的人虽然已经年老得逞，无再调去教会做礼拜，坐袂掉，因为当伫因的客厅。伫因的卧房，伊的囡仔用电视，电视就用 YouTube， 互伊的爸爸妈妈，甲咱做伙做礼拜。兄弟姊妹，耶稣的功课，耶稣的教示，是耶稣的学生脱胎换骨最要紧的影响。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讲，这个工作耶稣所做。你讲牧师，你写这4个英语字母，伊啥物意思 ？WWJD， 伊的意思就是。What was Jesus do？ 就是耶稣伫过去做了什么货？第一个 W 是 What 什么？
耶稣伫一生中间过去做了什么？但这句话嘛，当解释讲，耶稣伫将来要做什么 ？What will Jesus do？ 上帝伫过去是安尼，今仔日嘛是安尼，将来嘛是安尼。愿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唤起咱遐弟姊妹。耶稣要离开世间之前，伫马太福音的上落尾2句话，搁落上尾最后一句话我无甲伊写出来。但是耶稣伫伊最后要离开世间的时阵，伊对伊的门徒讲，这句话叫马太，耶稣学生马太写伫伊的马太福音28章的上尾啊第2节。伊讲：恁着爱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奉爸囝圣神的名，甲伊行洗礼。既然我吩咐恁的，假是因遵守；既然我所讲过的真理，既然我讲过的话，恁记条条，佮教你的囡仔遵守。兄弟姊妹，咱来做基督徒，毋是到咱这代就结束。咱来做基督徒，应该到代代无尽。所以，兄弟姊妹，爱教你的囡仔捌耶稣的道理。爱教你的囡仔遵守主耶稣基督的道理，那安尼义人的后代，上帝恩惠到万世代，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耶稣学生看到耶稣怎样做？耶稣的学生听了彼得，听了耶稣的教示了后，后来伊开始传福音。这礼拜咱的教会查经班的进度，拄讲到彼得前书前后书。这是大卫包身，咱的教会这阶段用大卫包身的圣经纵览，就是讲圣经的导论来做咱的查经的主题。这礼拜拄讲到彼得前后书，彼得伊所传福音的教会中间写2张批，一张批咧讲起外面的社会政治对教会的压迫，但是彼得后书咧讲的就是彼得看到教会内底的危机，因为发现。福音传了后，有人感动，但是后来有当时人阁无定根伫真理的顶悬，人拥有受欺骗。所以彼得后书咧讲起，彼得写互教会内底因伫危机中间有4项的危机。第一，就是因的信心互人欺骗，人传迄种似是而非的道理。伫教会内底讲道，讲的道理，甲彼得所传互因的道理，讲的道理，甲耶稣所讲的道理无共款。咱来讲叫做相对论。今仔的时代真侪教会传福音，并不是货真价实，毋是真侪有一部分的教会，因为咱今仔日伫这个社会中间，咱用一个灰色的眼光来看耶稣基督的真理，所以真侪互上帝圣神感动的神学家伊讲，上帝的话没有黑白不分的，上帝的话没有灰色的地带。是就是，毋是就是毋是。但是今仔日这个时代真喜爱一种叫做相对论。那我的题目是我就是安尼解说。所以无绝对的物件，至到今仔日的教会有退步。退步就是对真侪代志、伦理的道德的主张，相对的用相对论，而没有绝对的主张讲这对，这毋对。兄弟姊妹。这个危机毋是干那伫教会，嘛伫神学院。会晓讲神学的人，无一定生活出来是绝对的干净、黑白清晰。今天要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这个速度，因看见教会危机的时候，因讲出这个良心的话。彼得讲：我看见这个教会信心摇错，行为模棱两可，后来品格随随便便。至到你随随便便的品格的时候，你讲话嘛随随便便。人的言语伫教会内底，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特别是圣经讲的基督徒言语是要用来造就人的。言论上帝的言语毋是用来批评、论断别人，是来造就人的。兄弟姊妹，咱伫这个信仰的内底，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长大成人。真做有真清楚的观念的会友，耶稣的门徒，甲牧师做伙同心祈祷，求天父上帝使用这间教会。毋是干那彼得、约翰嘛是安尼。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最重要就是约翰看到以后所的教会。约翰看到教会内底有一阵假先知，当约翰离开了后，这假先知就入来，用口才，用迄个
惊悚的话语。因为这个世间人吃重咸惯势啊，唯靠那呢清淡好像平淡无奇。保罗讲唔是安尼，我无用智慧婉转的话讲道，并唔是因为我无主的道理通讲，乃是要用上帝的真道来唤起人认捌耶稣基督。雅各嘛是安尼，雅各伫伊的短短一张批内底，伊讲唔通甲世俗这个世界做朋友，因为若甲世俗交配，就是等于羞辱敌对上帝。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有够严格的话，哇！这句话，这个使徒拢来甲咱讲，神学教育对教会的重要，是一个唤起人警醒、唤起人注意家己的生活、行为、品格、思想。求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圣经互咱心意咧。今仔日的思维，甲咱共读的圣经，愿兄弟姊妹，毋是干那做礼拜，安尼听一摆就过去。你倒去了，你搁个周报摕出来，甲你的圣经摕出来，你把今仔日牧师所解说的圣经经文搁摕出来，然后你静静回想，牧师怎样咧分享这段经文的事。伫礼拜中间有倒一句话特别感动你，你静静去想讲，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对一句话，伊对我切一个，我无一定真了解，我嘛无一定同意，但是求圣神帮助我有能力，他反省。这句话真正是咧对我讲什么种的话，兄弟姊妹，这句话甲你有关系，甲我有关系。上帝通过以赛亚讲，这定信道，这定的信我的人，是为着我家己。上帝为着伊的国度所创造的，伊讲咱是属于伊的百姓，目的要讲起上帝的荣耀啊！兄弟姊妹，看你的嘴。你伫你的面前，甲上帝誓约讲，主帮助我对今仔日开始，互我所讲的话是有价值的话，话唔免济。咱换手伫你家己的嘴，你讲主对今仔日开始，互我的嘴诚做祝福人的器具。我常常用好话宣告我的囡仔，将来要诚做有路用的人，这叫做祝福啦。祝祷的祝福就是这意思。对人讲好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经文，你知影，这是上帝咧对你讲。上帝讲，恁是我为着家己所做的，为着要讲起。兄弟姊妹，你捌甲你的囡仔讲着信仰的问题吗？还是讲你总敢若喊你的囡仔来教会，然后顾在牧师安怎讲？兄弟姊妹，当然牧师袂凊彩讲，但是咱毋是干那将咱的囡仔牵去别人教，有时家己的囝、家己的囡仔、家己教。我认为这是做父母的人一生中间一个最要紧的使命，家己的囡仔家己教。愿上帝赏赐你，互你有属灵的恩赐，互你有属天的气力、属天的礼物，祝福你的囡仔。愿你的囡仔比你更加优秀，愿你的囡仔比你更加敬虔。愿天父上帝咱的教会会通出上帝所造就的一个信仰的团队。今仔有所的教会，虽然有所的教会捌互约翰看路，有所的教会嘛捌互耶稣忧伤，因为伫启示录讲到有所的教会有一句话讲：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有所的教会失去了初衷啊，不是国中迄个初衷啊，起初的心。兄弟姊妹，咱信主的时阵热扑扑，迄个热扑扑的态度敢继续到今仔日。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教会内底，咱知影初代教会为着要设立制度，上帝赏赐因智慧的话，伊讲上帝所赏赐教会的制度，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这句话甲神学教育有关系，特别是后半段，伊讲有传福音的人，有牧师、有教师，这就是咧讲起神学教育的制度。传福音、神学教育目的是要造就将来会当到普天的、到台湾的大角落去传福音。咱的早期，咱的信仰的前辈讲，
台湾的每一庄头拢要有教会，所以迄个时阵台湾真正背家运动。兄弟姊妹，恁看到这个港台啊？你看到这个外口的咧拜堂的形，其实伫台湾有真多教会，甲咱的教会来翕相去足共款。迄个时阵，拄台湾的教会咧背家运动的时阵，所去的礼拜拢差不多，大小也差不多，港台嘛差不多。兄弟姊妹，最要紧，伊咧讲设立教会，将福音传予台湾的各所在。上帝圣神带领台湾基督长的教会，毋是干那做民主运动。上帝带领台湾的教会，就真要紧，就是伫每一个庄头设立讲解真理的教会。传福音，第二就是牧师，第三就是教师。教师是啥物？教师来用今仔日来讲，叫做新人院的老师啦。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制度吼，小会来管理教会，恁爱知影，咱的教会做决策上重要的决策，啥物人咧做决定？就是长老，咱叫做小会，由长老组成的一个小小的小组。因为这群人伫教会内底的确是一个较资深。第二，较健全；第三，伫教会兄弟姊妹中间有好名声，所以教会兄弟姊妹选这长老来陪伴牧师。牧师是教育的长老，注意听，牧师嘛是长老。牧师只不过就是长老中间的一个，但是牧师有一个特别的职务，就是教育教会、教育的长老。所以，兄弟姊妹讲，咱对这个短短经文中间，咱会当明白讲，其实咱的教会会有今仔日其来有志，不是偶然的，嘛毋是乌白想想的，就安尼行。吼，这个教会最重要的积分，伊有数第4章12章讲，为着要成全圣道，中文翻译做成全这2字，但是基本上伊应该讲，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装备啦，装备。咱若要去爬山，爱装备咱的装备，爱穿好的好的肩包、背包，有攀有够的遮的食物。咱若要出远门，要去国外旅行，咱嘛爱打包。吼，甚至有人真好笑讲，爱炸我泡面，因为去国外万一若餐厅食了袂习惯。哦，我上无暗时到旅社以后，搁当滚水冲冲的食泡面。若旅行才可能开要去旅行呢。兄弟姊妹，装备是啥物？将上帝的话，上帝真正心意，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心意真正放伫人的心中，至到人有能力各尽其职。所有兄弟姊妹，咱的运势拢无共款，但是咱无共款的运势来扣我来，咱就当做真侪无共款的工作。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知影讲，神学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咧栽培将来有才调起造教会，装备教会的这个神学生，将来做传道师，后来慢慢养成有经验，伫教会内底对传道师变做牧师，变做资深的牧师、少年的牧师，变做年老的牧师，后来变做有经验的牧师。兄弟姊妹。后来伫教会内底，所有进来入来的人，你看到我，我看到你，咱看到什么？咱看到耶稣伫咱中间，所以圣经称教会叫做耶稣基督的身躯。人若入来到教会，看到这间教会了后，伊毋是看到建筑物，伊看到人的行为、品格、人的讲话方式，伊就知影讲，这间教会是健康的教会，也是无健康的教会。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我要甲咱讲遮尔济真复杂，甲台南新人介绍无关系的话。我要甲咱讲，新学教会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囡仔伫家庭中间，伊就开始新学教育啊。恁同意吗？新人伊3年会当教出啥物好牧师咧？会当教出啥物好的传道师咧？遮个囡仔要入新人伊进前，伊对细汉到大汉。伫爸爸妈妈身躯的身边，敢有建立迄种敬畏上帝、不妥协的绝对的价值观念。所以，新学教育是对家庭的开始。
但是我会甲咱讲到，就是提摩太，对伊阿嬷罗伊，对伊妈妈尤尼基，毋是保罗教教提摩太，是因为提摩太有伊阿嬷罗伊甲伊妈妈尤尼基。所以今仔我要甲咱讲，神学教育有三个所在，三个阶段。第一，你有可能将来会为着上帝栽培一个将来做上帝讲的牧师。你若欢喜，上帝若敬你，你就亲像玛利亚讲：“主啊，我心尊主为大。”如果你的家族若无出牧师，你毋免屈准，你会当摕钱去帮助迄个献心要做上帝工人的人。你讲神学院，我奉献一点点仔的钱，拜托你用这条钱替教会栽培将来牧师。兄弟姊妹，神学教育是安尼，对家庭后来到学校，最后呢，受栽培的人伊爱入去什么所在？教会。教会是神学生的第二间神学院。兄弟姊妹，我要甲你分享，我甲恁生活这30几年的感触。台南神学院是我的母校，但是德堂教会是我第2间的神学院。利用牧师处事怎样讲？这句话怎样讲？台南神学院是我第2间神学院，为什么？因为我伫神学院所读的话拢是知识，但是我来到德堂教会，我看到上帝伫这间小小的教会，长期以来伊所做，传起来都是一篇足水的福音书啊！上帝伫咱中间所讲，你的故事嘛有份，我的故事嘛有份。上帝伫咱中间所做真多奇妙的事，迄就是德堂福音书。虽然未堪伫放伫圣经内底夹起来，但是这就是今仔日这个时代，咱的福音书。兄弟姊妹，一个神学生若无经过地方教会的筛选、圣神的洗礼，伊无才了成做一个真成熟的牧师。兄弟姊妹，你我咱拢有份神学教育，但是今仔日这个主旨最重要就是讲，神学院需要咱3项代志：第一项，鼓励青年去读；第二，为神学院祈祷；第3项，为神学院奉献。咱的教会长期以来有，咱的教会中级欢喜长期以来每一年拢有定期对咱教会经常费提拨一条钱，奉献到3间神学院。因为咱知影神学教育是为着上帝咧栽培伊的工人，兄弟，你应该感觉真公平。咱的教会看神学教育最宝贝甲重要。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爱知影讲，这是上帝的心意。耶稣基督经12个人，但是改变罗马帝国。12个人，咱改变全世界，靠你遮尔简单的成本，兄弟姊妹，这个成本无简单啊！因为这成本毋是钱，是耶稣用伊的性命钉死伫十字架顶端。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知影讲，咱是一群要保养耶稣基督的人。拄则以赛亚所讲的迄句话：“恁是我为着我所创造的人，要找见恁去保养、去宣告。我带人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神学教育也好，教会的圣经主义也好，神学教育甲教会的礼拜也好，拢是为着要用各种的智慧训练、教示，互人伫耶稣基督的面前完完全全通过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来到上帝伊的至圣所，徛伫上帝的面前。所以你伫你的家庭嘛会使安尼做，牧师伫教会爱尽力安尼做。中级嘛爱伫即个中级伫教会内底帮助牧师同心做伙，互所有兄弟姊妹对囡仔到老人建立一个永不退后、永不退缩的迄种的勇气甲信心。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即个神学教育是2000年的历史的故事，对耶稣基督的开始。神学教育就是装备信徒，各尽其职。兄弟姊妹，唔通做贫惰的基督徒，敢若一礼拜听一摆的讲道无够额。你需要有你个人的灵修，
你需要有你个人会读圣经的习惯，你需要参加教会的侍奉，因为伫侍奉的过程，你才知影讲十字架毋是空嘴报纸，十字架的道理毋是干那空嘴报纸，十字架就是你屈落来，欢喜揉涂骹，欢喜扫地便所，欢喜整理上帝的圣殿，逐种的工作拢是圣洁的。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之地，神学教育最重要就是建立健康的活命，健康的观念、健康的价值观念、健康的主张。因为今仔日这个时代，人的主张拢无共款，特别是今仔日的人主张讲叫做我的权益，对吧？今仔少年人开嘴合嘴拢感觉讲，我的权益不能够被忽视。我若所讲的话，你要马上听，你要马上回应我的要求甲讲话。兄弟姊妹，愿真理帮助咱会当知影，全备的信仰，是对什么所在？拄则牧师甲咱讲，提摩太后来会当成做初代教会一个真要紧留命的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恁捌安尼为着你的囡仔祈祷无？你捌甲你的囡仔做想讲，保罗甲提摩太讲，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这5项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捌甲你的囡仔做讨论无？兄弟姊妹，你甲囡仔、你的囝讨论的会影响咱，比牧师伫讲道中间对你囡仔所讲的话，会影响咱较大。不止影响你的囡仔，嘛影响你的囡仔对你的看法。因为因会发现讲，我的爸爸妈妈是会甲我教道理、教信仰的爸爸妈妈。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信仰的3个阶层，牧师拄则已经有讲过，牧师要搁再讲一解。伫你的家庭，若将来有一个牧师要伫遐来产生，必然是因为你的家族中间有对这个工作有看重。我真期待咱的教会将来会当继续有人去读神学院。上少我对上帝有一个交代，还阁无够了。人讲曾牧师，我看到大庆牧师就好像你的提摩太一样。我讲谢谢你的鼓励，兄弟姊妹，咱的中间后来提摩太伫什么所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神学教育会做这个事，咱预备，咱鼓励，咱祈祷。求天父上帝帮助。我所听的囝提摩太，我感谢上帝。你有接续我有接续我的祖先保罗成功家己保罗讲伊嘛是有同款的对信仰的家庭大汉，所以保罗伫出世时一个真有敬虔的信仰的家庭，直到伊后来选择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一个真坚持不妥协。你唔能讲看耶稣咧骂法利赛人，你就看见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当时伫罗马帝国中间一定反对罗马帝国的强权、不妥协的一定信仰少数的精英啦。所以讲，咱会当对保罗来得到鼓励。保罗讲啥物？我看到伫你的心中有一种无虚假的信心。换一句话，保罗咧讲，有一种人，要是心中信是有信，但是是虚假的信，对无？这有话意思应该就是安尼啊。伫提摩太的心中是无虚假，因为这个信心对对来，对你的外妈乐意，对你的妈妈尤尼基，我深信嘛伫你的心内。牧师敢会当大胆讲，伫咱教会所有的青年，有这种清洁的心、正直的心、无虚假的信心。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咱的教会，有5种招标的工作。拄则牧师讲有先知有使徒有即个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教会有即种的制度，在神学教育中间无共款，各尽其职。所以教会若逐个人拢做牧师，啥物人要做侍奉的人？若拢有侍奉的人，无有牧师通叫做教师，安尼咱要安怎了解圣经？所以教会内底有建立无共款。我要讲一个故事，甲咱做分享。
耶稣会模范有感动一个人，就是长老教会开始这个人叫做约翰加利文。约翰加利文受上帝感动，不但伊有份伫宗教改革的工作顶悬，真做影响咱的改革者。伊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想。约翰加利文甲上帝讨讲，主求你帮助我建立一间神学院，伊会当影响建立一间健康的教会。约翰加文去日内瓦，头一个建立起的神学院，后来就是今仔日的日内瓦大学。伊所起的神学院，伊所建立的教会，伊甲上帝讨讲，上帝，互这间日内瓦的教会会当影响全日内瓦这个都市。也好，日内瓦这个都市加在全欧洲的典范的都市，雄心壮志。兄弟姊妹，咱的教会就安尼来。所以，这种的 DNA， 这种的精神，这种的态度，第一教长的教会去到各所在，拢要建立一个典范的神学的这个组织，然后建立典范的教会。后来，约翰教会的学生去到苏格兰。建立了苏格兰的教会，建立苏格兰的教会，第一教将来苏格兰的教会将福音的政治带到台湾。台湾的教会真要紧的影响就是对苏格兰的教会来。兄弟姊妹，一个典范的教会影响全世界。上帝甲我讲，你唔能看轻得等教会噗噗啊！你拄去的时阵，这间教会改成啥物拢无代志做，嘛有一寡牧师甲我笑讲。你拢比迄草地，草地有啥人做？伫草地有啥物种行天动地的事工嘛？这教会重要，毋是干咱咧做事工。教会重要就是真做真实的教会安尼尔。真实的教会伊本身就有这个自然而然的、必然的活命的开展。重要毋是咱做啥物，重要的是咱是啥物。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神学教育咧想的部分。时间的缘故无真长的时间，我甲咱讲这的代志。所以牧师第一个要甲咱讲，就是咱的教会有一个真要紧，就是爱重视收装备的工作。所以，若要做好的中级，咱来对圣经有了解；若要做中级，咱对品格有自我的约束。咱对生命的态度爱有自我的管理。咱才会当真做囡仔的模范。各尽其职。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躯，这是头一个牧师要甲咱讲神的教育，真要紧的装备就是装备。但是我嘛要甲咱分享，神学教育伫这个世纪愈来愈困难。我甲咱报告，三间神学院即摆目前的情形，总共的学生，台湾神学院、台南神学院、甲玉山神学院，总共学生加起来3年，无到100个。去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正教会方面爱1亿来帮助这神学院的新学生，所以换一句话，一个新学生大概1年伫正教会奉献，一个新学生，咱的正教会为着伊奉献100万，毋是干那互伊做奖学金，所有一切费用中间一个囡仔的身上，就背负了教会的期待跟帮助。这不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咱今仔日台湾的神学教育拄到的是少子化、世俗化，跟今仔日咱对真侪信仰的主张，不过才亲像古早，遐尼肯定、遐尼执着、遐尼坚持。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首先要诚侪健康的地方教会，咱来栽培咱的囡仔，将来准备。互上帝敬，上帝的招生简报拿出来，伫所有1300间的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内底，有几个青年会当互咱的上帝敬着？我毋知，但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要甲上帝讲，主啊，求你帮助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有3间神学院的神学教育。或者神学生、神学院的老师有充足的属灵的灵、属灵的灵奶，能够供养所有这些囡仔。这神学院的老师非常的辛苦，因为真少的人
爱做真侪的工作，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吼，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最后，无需要甲咱讲的结论，就是咱会当做什么？今仔恁听了这篇的讲道了，恁会当做什么？你会当伫恁的家庭中间做祈祷，做细孙啊通，互我将来我有一个孙仔。哦，你毋是有真侪人过去的老一辈我爱祈祷，我若有一个查甫囝、查某孙，我将来要献互上帝，伊将来去做牧师。真侪教会中不是安尼，兄弟姊妹，叫做献身，献为活祭，会当互上帝用是极其荣光的代志。上帝敬会到，绝对毋是人敬村的。上帝若要敬咱，是咱的荣耀，嘛是咱的福气。兄弟姊妹，愿咱为着正教会祈祷，也为着咱家己祈祷。主，求你帮助阮正教会，会当伫意伫家庭、伫教会内底来养育、培养，将来要互主会堪得背12届的新学生。第二，咱为着新人伊奉献，为着新人伊祈祷。设施咱有听到一寡困难的消息，恁有听到新人伊风声，听到一寡这代志，不听不传，归来毋是归来祈祷，为伊祈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如果若毋是咱会当解决的问题，互上帝去解决。但是咱有一个真要紧的态度，就是讲，我们永不弃、不离不弃。咱安尼做，毋是为着新人伊，咱安尼做理由是因为新人伊是上帝的，兄弟，咱欢喜、甘心、乐意奉献，毋是咱要奉献落新人伊，是因为新人伊是上帝的，兄弟明白吗？愿咱做伙，咱虽然毋是大恩赐或大恩情，但是有人有份，你若欢喜，你会当奉献祈祷。啊，还有就是批判咱家己，咱的教会若当亲像约翰加利讲，主啊，我若建立一个典范的庄脚教会，我若加做一间典范的庄脚教会，我会当向所有乡村的教会见证讲，上帝无弃杀得当教会，所以上帝绝对无弃杀任何一间属伊的名建立的教会，你相信吗？兄弟姊妹，咱爱同心做好的见证。同心做好的见证，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对阮讲话，互阮明白，得当教会会当做什么？主求你的圣神甲阮三角地地，互阮无看轻阮家己的才情，互阮无看轻阮家己讲，阮人数遮尔少，啊，阮的能力遮尔细，阮较会当做啥物咧？主求你帮助阮知影讲，原来寡妇的2个钱。一个囡仔5块饼2尾鱼，主啊！伫圣经明明记载，伫上帝的手中要养起千千万万的人。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帮助阮的教会，无看见家己，阮会当伫主你的面前啊，亲像一粒上帝国的种子，亲像一粒麦啊。主，阮听到你的祈恳，阮愿意伫背后参与任何上帝你起造教会的圣工。主也求你固守阮所有的忠职，互阮的忠职会当成做领头羊，伫即个教会内底做守门员，会当伫即间教会内底做好的葡萄园的管家，修整上帝你的葡萄园。主帮助阮伫神的教育顶悬，奉献阮的金钱，奉献阮的祈祷，阮同心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咱念圣诗168首，求主分享教会，起立音全首。咱来准备新奉献。平安礼，请庄牧师。亲爱的姊妹，咱今日真欢喜，有阿明长老，就是咱的德教常用长老的校公主吼，啊，甲常用长老娘今仔日嘛做伙伫咱中间做伙做礼拜吼，是阿明长老的妈妈吼，咱真欢迎因，过来甲咱做伙做礼拜。啊，阁有咱真欢喜对加拿大倒来的守正吼，伫温哥华倒来的守正，咱真欢喜。啊，小林姐甲
守正做伙伫咱中间做伙做礼拜。咱做伙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咱甲主祷，主求你用你的疼充满我的人生，主求你用你的疼充满我的家庭，主求你用你的疼满溢伫我一生的年日。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哦，耶稣，听你话求你，耶稣永远。心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阮的兄弟刘连勋，伊会当对呼吸交病房来平安倒来到厝。主恳求你伫还家照护的过程顶悬，手术长长的稳定，甲因三甲伫地。主阮纪念甲阮过去捌有交陪和平教会周新平长老，主你互伊伫交陪房中间会当醒起来。伊会即种的身躯会做做这病毒的控制，慢慢稳定。阮恳求天父上帝照顾做做伫病厅中间求主怜悯的家庭，以及阮的兄弟姊妹。主愿你的医治伫人的肉体顶悬。不但是安尼，主嘛求你纪念阮中间，使有人心中有焦虑有忧郁。有心中的做做幻觉、幻听，身躯心神中间有做做重大困扰。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圣神恩因分活开，互因的生命充满一个平静的主你的灵点伫因的内底，互因会通脱离这搅扰甲捆绑。至圣的天父上帝帮助阮会当享受甲主你交陪迄种对今仔日开始，上帝你的国度就掌权的。永远活命的开始，主阮明白知影讲，原来永远活毋是将来死灵魂的永远，是今仔日就当开始，甲上帝你的疼永无隔绝。主啊，当阮唱这条诗歌讲，主啊，愿你的疼，耶稣的疼，主求你，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承受这种的祝福。主特别为着阮的士大人长辈来祈祷，求主你怜悯帮助阮教会内底年长的兄弟姊妹。当阮年岁若加天的时，主你的阳光若充满；主当阮年岁若加天，身体若减菜，因为年纪加天会开始有变化。求天父上帝，互阮会当承受上帝你所赏赐阮到家稳定赢过遮的。主求你帮助阮的士大人，互因出入平安，互因生活充满上帝你圣神，充满迄种的满足甲喜乐。主求你甲阮所有的囡仔出外伫外地阮的青年三甲伫地。主愿你的疼，互阮对阮的身躯满溢出来，互侪人看见上帝你的疼甲阮三甲伫地。也安尼，因就羡慕主耶稣基督，你赏赐世间人即种白白无条件的疼。主求你，当阮吟这条诗歌的时，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名成就伫阮的中间，荣耀到逐世代。愿伫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阿门。咱下面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这礼拜生日的人，介生拢无出世有小伟姐。安尼吼，换过来吼，感谢主，会当阁继续方便来做礼拜吼，感谢主。
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社会一个75岁以后会当遮尼勇行，而且可以当遮尼自由自在，照顾了家己伊的身躯，甲伊的活命，就是上帝你的圣殿。求主你互伊的圣殿、伊的身躯，真侪人羡慕讲，到即个年纪，较会当还阁活伫遐尼水的活命的内底。主你想述伊一个礼物，就是伊75岁犯驾照的时，上帝你互伊顺遂。但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甲你求讨，主你保守伊出入拢得到主你的保守平安。至圣的天父上帝，你的圣神、你的天使陪伴伊，伫伊无论是出入、伫生活、伫信仰，拢有上帝你满满的听。至圣的天父上帝，阮嘛为着今仔日无伫阮中间的守贞雅茹、廷义、廷耀，佮有仪容甲冠勋，求天父上帝施阮祝福。互因也当领受上帝你的圣神所带互因天顶的祝福。主你用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互因的杯满出来。主你互因有智慧，通算数家己的年日，会当管理家己的身躯，管理家己的心思意念，也管理所有上帝你甲因备办所有的产业。主你互因会当享受上帝你天庭来甲地上有备所有一切福分。主互因伫过来1年365日。用敬畏的心，甲主你同行，阮伫你面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生日快乐！咱来请娱乐来头前，咱来为娱乐祷告哈。娱乐这届国际性的比赛第3名哦，很不容易哈。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比赛哈。咱为伊来感谢，嘛求上帝，互伊将来咱阁继续谦卑我靠上帝伫伊的将来，伊的专业，伫伊的职场顶管，会当得到上帝特别的祝福。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以娱乐来祈祷，阮感谢你伫即届的这个竞赛的过程顶管，你互伊有足认真的准备。主，你嘛有享受有足好的成绩。阮伫你的面前，甲你求讨，毋是干那一摆就结束，伊的将来一生，毋是干那伫课业，嘛毋是干那伫职业。要伫伊的生命中间来荣耀上帝你的名，主，互伊以神为乐，以神为荣，用上帝你做伊一生的依靠。至圣的天父上帝，阮将伊献伫你的手中，主就亲像献做偌济共款。主，你家准备伊人生的道路，你家准备伊所有的遮的恩赐，会当献做上帝你的使用。阮将伊落到伫你的手，也将伊的欢喜献伫上帝面前来尊贵尊重上帝你的祝福，阮伫你面前感谢基督，我给所有性命，阿门。加油！好，真欢喜哈。好，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咱请师会来报告。主日8人，祈祷会5人。本周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教会，祈祷会拜3暗时8点伫教会，早间拜8六早起9点伫线上，暗时7点半伫线上。圣港服侍，下礼拜诗会陈宗胜长老领诗青少契，司琴陈美秀执事，书献交代张世忠执事、林安路执事。爱参尤雅丽姐妹，新安宫读经表咱家己看。集体交通3月3日到4月4号是受难周，有受难周的礼拜，请备百心参加。4月5号是过活节，其他受洗礼的兄弟请备百心。事先去报名为真理问答做周班。第2生日有陈守贞、庄雅茹、张庭耀、张庭义、刘秀薇、庄玉荣、李广芬。奉献报告咱家己看，有问题向会计更正。大道事项第1，为信心欠安的庄仁聚，以及教会有所有的长老、长辈健康平安祈祷。为教会青新少年新年课业升学考试的大祷。为适婚的青年婚姻大祷，为出国在外的青年刘玉明、林义轩、刘玉君大祷。请咱来吟圣诗514首，
临时煞请牧师祝祷，今仔要散会，求主赐福。阿妹散会，求主赐福，万心共享快乐。大家真扎着宝座，欢喜滚对主卡步，那主卡步对主卡步，经过旷野主传路。阳光冠冕归主圣名，赞我心中免惊吓。今日传播八辈修行，四月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大起做公正，教会分享对阮做起，所受良阮那过天，阮的信心叫主帮赞，那久那在阮无限，阮定无限，阮定无限，孤单充满通世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之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热岛闭会。